部里推动社区产业行销，特别安排课程，教民众安怎设计包装，让产品的包装更加有在地味。要安怎翕卡水，表现出产品的特色甲风貌，伫包装设计上正要紧。由县政府社会劳动处甲埔里镇公所辅导的产业行销计划，专案邀请专家到社区指导。最后需要透过企划，然后通路的方式来把它一个呈现出来。学习要安怎打造社区产业品牌特色，嘛是社区发展产业袂当缺欠的一部分。附加产品的开发，都是我们这次所要学的。对于青农返乡的农民，对于我们自己社区都会有莫大的注意。埔里镇公所表示讲，今年将包装设计甲行销列为重点计划项目，就是希望辅导社区建立自有品牌包装，希望讲会当一步一步，让社区有家己推动产业行销推广的能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